勞力士2022年底推出 CPO 官方認證中股標計劃嗰陣，個個都話二手市場將會重新洗牌。4年過去，市場的確改變咗，但係改變嘅方式同當初大家想象嘅完全唔一樣。初期 CPO 定價普遍比一般二手市場貴接近40%，但最新統計顯示，全球 CPO 平均日價中位數已經降到30% 左右，去到2026年7月頭更加縮到得返22.6%。有趣嘅係，唔同經銷商嘅定價可以爭好遠。美國平均日價大概係20%，而英國平均日價高達40%，反映咗唔同嘅市場對官方認證呢4隻字接受程度可以有好大分別。另一個值得留意嘅數字係參與 CPO 計劃嘅零售商，由101間增加到154間。過往三大集團夾埋佔據咗超過60%嘅庫存，而家已經跌到48%，全因為中小型經銷商相繼入場。2026年第二季，全球 CPO 單季銷售額達到1.86億美金，零售商6個月銷售額中位數由58萬美金大增至到90萬美金，即係話只要日價回落到合理水平，官方認證對消費者係有一定吸引力。你覺得兩者之間嘅價錢仲有冇收窄嘅空間呢？